咁我同旗隊嘅緣分呢係由初二開始嘅。咁嗰個時候我仲係一個普通嘅成員，但我都非常之主動同埋積極去參與一啲嘅訓練，仲有承擔責任啦。咁慢慢地我就成為咗我哋旗隊嘅骨幹成員，然之後再成為我哋旗隊嘅隊長啦。咁我覺得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崗位嘅改變，更加多係一個心態嘅轉變。因為喺以前我要諗嘅更加多係點樣去做好我自己嘅動作，但而家我要諗嘅更加多係點樣可以教好新嚟嘅隊員，去俾佢哋感受到我哋旗隊嘅歷史同埋使命感。咁我覺得喺旗隊入面要有啲嘅大作為，並唔係要做啲咩驚天動地嘅事，反而我覺得更加多嘅係一啲日常嘅行為。例如喺平時步操嘅時候，可能大家會因為一啲繁複嘅動作同埋一啲比較沉悶嘅步操而感覺到有啲攰啦。咁我可能會同其他3位隊長會帶住大家去休息一陣啦，或者去同佢哋講翻一啲比較有趣啲嘅升旗知識。我哋希望用我哋嘅堅持去鼓勵，仲有感染大家。咁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升旗，我覺得會係最近一次星期一嘅學校升旗禮。因為嗰日支旗就嚟升到頂嘅時候啦，突然間就落大雨，但係我仲見到嗰日負責護旗嘅剩低幾位同學都仍然等埋我同另外嘅一位升旗手落台，我哋再一齊退場。我覺得呢個好好咁樣去展示咗我哋旗隊一種團結嘅精神，同時亦非常之感動到我。對於我嚟講，100幾年前嘅青年為咗國家主權挺身而出，呢種係一種不計代價嘅付出，仲有擔當。而而家我認為5.4精神嘅核心就係愛國、擔當同埋負責任。對於我哋學生嚟講，愛國應該係一種責任嘅主動化。我哋應該要做到，無論係服務校園或者係服務社會，都做到問心無愧、精益求精，就好似當年嘅青年一樣，主動追求卓越，守護尊嚴。呢個就係當代5.4精神最好嘅詮釋。